来看香港有真侪店会饲猫仔来做店长，想爱猫的人来交关。为着要让更较侪人关心猫仔福利，就有民间团体伫网络办投票，选出上称的店猫。香港民众小姐翕相的这只猫仔，才拄啊经过网络投票，赢得最佳店猫的冠军。店猫文化是香港独有的街路景象，真侪店家，尤其是大货店也是传统米店，拢会饲猫仔，佮将因当作店长。猫仔店长除了会顾店，也为店内带来活力嘅人气。经过民眾拢會忍不住望因嘅頭。你覺得即係好超咁樣咯，個感覺係啊，即係你見到佢就會好舒服，又唔會話覺得即係總之一見到佢就即係好似個心好融化，真係好治愈啊，好想同佢相處。佢個樣好可愛啦，有時見到佢真係瞓喺度個肚腩又得意，摸佢又會有時有反應啦，叫佢又好開心望住你啦。這隻叫小樂嘅貓仔。逐日攏佇自家的大貨店巡邏，雖然只有一回無得獎，也是吸引大批市場的迷眾。頭家講一開始會飼伊，是因為大貨店內較會有蟲甲鳥鼠，遮個大貨攏是名貴的水產食品，所以趕走遮個不速之客，就是小樂獨立嘅工作。透過呢個活動咧，帶出所有嘅貓咧都值得被愛、被尊重同被關懷。咁好似見到好多貓店長喺我鋪頭裏邊好可愛咁樣，但係咧依然咧係好多嘅貓咧喺鋪頭裏邊都並當作一個工具咁去使用，可能係一個招財貓嘅角色啦，甚至乎係一個捉老鼠、防老鼠嘅一個工具。這隻叫做九字的七歲店貓，有家己的社群平台，迷眾嘅人數超過38000人，而且也是2023年嘅冠軍店貓。即係坦白講，生意唔係因為即係左 B 然後多或者少嘅，即係唔關事嘅，係啦。咁咪多咗人去即係關注左 B，係啦。咁但係佢對社區即係我哋附近街坊咧，好多人都會即係中意過嚟同佢傾下偈啊，或者有時就幫手過嚟睇住佢，因為驚佢出馬路或者驚佢行得太遠，係啦。咁所以我哋即係同附近嘅商鋪啊同街坊都即係幫我哋聯繫到個感情。另外，也有愛客往來曉啊的水果店店貓，加第4名的手機維修店店貓。主辦單位講，雖然票選過程無真正式，單純是娛樂用的，也毋過也激發更較濟人對貓仔的關愛。公視新聞新樂報編譯。